好啦，鄉親啊，台灣有一寡地頭，清明有食潤餅糕的風俗。高雄有一間老店，還未開門就排隊排到長。啊，因為各種原物料攏起價，潤餅糕嘛為50塊起到55塊。另外，嘉義甲台南的潤餅糕嘛攏起價，但是生意也是搶滾。在潤餅配點館，野瓜土豆粉跟南瓜配料用了真拍手。高雄老牌的潤餅店早起開門，就真濟人客排隊買。就算因為原物料起價起5塊，同款買起真旺。如果我覺得它好吃的話，這個價錢就是合理的。我多要拜拜啊，有啊，就是人家寶寶工作好的呀。我是因為那個肉啊，那個豆乾啊，什麼都漲，我才漲的。高級潤餅店無用甲要掃草，員工一捆到8、9含料入面，人客一買就是過來個。從40幾塊吃到現在了啦。啊，現在多少？好幾年，現在65。台南出名的潤餅店外口，同款擺真濟人。都剛好清明節來試試看春卷。無論是倒一間潤餅店，人攏吵。台南市府小報官最近也造訪店家，了解供會價介紹，實際17間有2間起價。目前潤餅的平均價數只到少是50-60塊，業者攏講，因為土豆等真濟項原物料攏起，達到少起5塊。大部分都是維持去年的價格啦，只有少數幾家因為反映花生粉等原物料的進貨成本，所以它的價格有稍微做調整。原物料起價，潤餅的價數也對你小可調整。雖然愛加付錢，不過大部分的民眾攏也會當接受。Hello， 我是蔣新梅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